中华有民众遭自救会反对去静顶焚化炉，因讲最近政府高层伫咧复选的时有讲焚化炉未起，未来会改用。也毋过行政院佮经济部并无证实。自救会早起嘛来台北开记者会，因呼吁讲高层应该爱承诺，毋通只是选举骗票的口号。咱就无要搁起新的焚化炉。自由时报册报道，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去到鹿港，复选民进党中华县立委候选人陈秀宝的时阵，画出焚化炉确定无要起。这所讲到的就是中华在地居民反对的静顶焚化炉，居民早起上北，搁再开记者会，呼吁林佳龙赶紧要求相关单位撤案。是不是请相关主管单位赶快撤案，然后白纸黑字公文赶快出来？以免大家夜长梦多。若公文为准来讲，你确定讲这静顶焚化炉已经无要起啊，爱来撤案才有为准啊，唔好来骗票。在地居民组成自救会，佮着改行向街头，反对焚化炉起伫咧中滨工业区。环保团体佮再强调，中华已经互高污染设施围调的静顶选的所在，绝对唔是适当的。彰化就是有9座焚化炉，那还有南北夹沙的台中电厂、麦寮六轻哈，这些都是一个很高污染的一个污染状况哈。它选址不当，然后它落脚在空污重灾区，它还临近洛农跟湿地，是环境不正义。针对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表示，焚化炉绝对无要起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态向改约的方向行。也那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办公室发文问相关单位，经济部的回应是讲，已经请静顶公司继续和民众沟通，摕到在地居民共识做伙来开发，无亲像林佳龙所讲的迄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